你那2个朋友不就是明白你是怎么样一个好孩子吗？所以他们昨天晚上才会来找你。今天你要给他们一些多的回应，好吗？长，不是说好不要迟到的吗？其实技术上来说还没有迟到。如果在7分57秒以内到达教室的话，你还挺会说笑的。我没有说笑。还敢来学校啊？就是，我们竟然跟机器人同一个学校，太可怕了。哎，长，你昨天不是说好一起进去的吗？可我不想。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没有看到吗？那么多人没一个想要我在身边，这样我被讨厌了。为什么我要进去被人家嫌？我们2个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们3个一起，别人会慢慢理解的。还剩6分41秒，看谁先到教室吧。啊！来吧。好了，准备，3、2、1，走嘞！哦。很高兴见到你们啊，袁博士。你告诉我，002是怎么回事？徐阳光，我真要问你，001的项目是R1公司高层派给你的秘密计划，其实你跟R1早就断了关系了吧？做大事的人向来都是不拘小节的，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像你们这么坚持所谓原则的人，会愿意拿搜代码跟我的安纳托米合作吗？我今天不是找你们来吵架的，我从头到尾的仔细检查了001到002的所有设置，我发现，在搜代码里头，你埋藏了其他代码，我就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这还需要问吗？我们当初不顾一切阻止你把 AR 的阈值给提高，为了什么呀？我就知道你要做出一个新的机器人来，好满足你对科学的野心。对科学有期待、有期望，这难道是错的吗？我就不明白，像你们这样的人啊，包括阿义，还有社会上那些个所有的对 AI 恐惧的这些个人，当然还包括雪姨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觉得，当阈值全面超越了人类的 AI， 一定加上人类的心智之后，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呀？它明明就是科技的里程碑，它明明可以把我们人类带到更远的地方去。好，我现在不想再追究这件事情了。我知道骚密码是你们设计的，你们一定有解决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啊，告诉我。我们把代码变成了不可逆的，一旦启动根本就无法挽回，是你害了他们，你知道吗？阳光，是你说的，当他们的能力完全超过了人类之后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知他们的行动的。现在不正是如此吗？002他居然会逃走，002为了要我们救他，他居然把阿安也拖下水。科学实验本来就是有风险的。安安他是我的儿子，他不是你的试验品。难道你们觉得002对我来说就不像是我的儿子吗？哎，你这样说对许姨公平吗？你对得起你的亲儿子玉玉吗？看来今天这件事我们是谈不下去了。看在我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如果一旦我出了事，拜托你们帮我照顾好玉玉。
会出什么事？夏阳光，你说什么？你会出什么事？嘿，你会出什么事？快告诉我！已知 f(x) 等于 x 加1 ，g(x) 等于2的 x 次方 ，h(x) 等于负 x 加6。设函数 f(x) 等于 f(x) g(x) h(x) 最小值。那么同学们，在这道题目中 f(x) 的最大值是多少7/2。两位都正确。老师，这不公平吧？他是机器人，我们是人类，机器人怎么可能跟人类来进行一个对比啊？那他要是去考别的科目，不也都是满分？那他来学校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们这话说的不对。这个题我也算得出来，而且答案也是对的。所以你想表达什么呢？人类自己资质不好，和机器人性能优秀是毫无关系的。你说什么啊你？好了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还在上课。长安，没事的，别理他们。老师，怎么了？我不太舒服，想去趟医务室。好吧，去吧。你和正常人看起来一样嘛，还骗老师说要去医务室，结果跑来这儿溜达。可是，我就不会说谎啊，你这个话不太准确。不过和长安比起来，你的确比还像机器人多了。嘿，长安，你既然和以前不一样了，那我就跟随遇一对吧？嗯，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公平一点。那就让我看看你现在有多厉害吧。你们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怎么能够不把我算上的？平常我绝对不会以多欺少的，今天唯一例外啊，我跟他们一队。不知道以前的安安哥如果还在的话，还会不会打篮球？说来怕你们笑我没气度，小时候他老欺负我，想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可以一起打一场篮球，一定让你输得一塌糊涂，还要讨回来。张明群就是爱怎样？你是挺怀念他的吧？我也希望我能够认识他。你能记得他那么多事情，他一定是个很棒的人吧？不过认识你了，我也很开心。去打球吧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好。长安，加油啊！安安哥加油！来呀来呀！加油！哇！长安，跟你打这么多名球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你投3分会进呢。你这离篮筐有多少米啊？长安，你现在投篮姿势可比之前这个好看多了，早就该这样了嘛。安安哥，你再投一次嘛13.9米，你这比3分线的2倍还要远呢。哇，夏长安，你终于有机会打败我了，喜大普文，喜大普文。你们别啰嗦了，还快比赛呢。安安哥，你来来来。好，加就行了。哎，你说，丁伟和张立群也太不靠谱了，说了输给长安40分，就要请苏文和我们一起吃饭呢。这下倒好，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平常体育课没见他们跑这么快。我算过了，你这个月买冰淇淋已经花了破100了，你是不是没钱请他们吃饭了？哎，我以后真得好好教教你，哪些话你在心里说就好，千万别说出口。哪些话？是你没钱请苏萌吃饭吗？哎，你还说？随玉，你好家伙嘛，不仅朋友多，本事也很大嘛，不是？你想干嘛，程杰？这次我找了散打1级的学长来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何时？
学习好是不是啊？脑袋很值钱是不是？有本事飞呀！飞呀！住手！陈姐，这个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AI 吗？真的是怪物！你再给他说一次试试。我这是在替全校同学伸张正义呢。你们两个好好的，不去找人类当朋友，偏偏找这个恐怖的怪物，我根本就该报警把你们两个全部都给抓起来。帅哥，别过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哎，程杰，你是什么毛病呢？对 ，AI 就可以这样打人吗？打人？我根本就没有出手啊！还有你，拍什么拍？不要打我。程姐，你是不是肚子痛啊？哎，今天程杰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他平常都不是这个样子。就是啊，平时凶神恶煞的，今天怎么哭哭啼啼的？看来你在这里过得挺惬意的嘛。真的和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来这边干什么？你就是002，随遇，久仰大名。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《幻城》，乐视视频正在热播中。204。